好多人都以為啦，識得情緒操控嘅人係咪一定好惡嘅呢？會發脾氣，會講嘢好大聲，會好強勢。但其實有一種關係紅旗咧，正相反。對方睇起嚟咧非常溫柔，佢唔會鬧你好少嬲，甚至乎成日都會話啦，我只係為你好啫，或者係有啲難過啫。表面睇起嚟好似好體貼，但慢慢咧你就發現一件事，只要你做咗一啲唔符合佢期待嘅嘢，佢就唔會直接講唔高興，但氣氛會變咗，可能佢會突然間變得好失落，好沉默，或者講一啲令到你內疚嘅說話。算啦，你開心就夠啦。可能我自己諗太多啫，我只係有啲難過啫。於是你會開始諗啦，係咪我傷害咗佢呢？係咪我應該要改變一下呢？久而久之，你好多決定咧開始唔係因為你諗，而係因為你唔想令到佢失望。呢一種其實係一種好隱性嘅情緒操控，因為關係慢慢變成咗你要負責佢嘅情緒。但一段真正健康嘅關係係人人都可以有情緒，但唔需要用情緒嚟控制對方。